咁就最後一位就到我啦，我就簡單有兩方面嘅問題，就想了解多少少。咁首先第一個呢，我都睇翻啲資料啦，就即係睇到我哋辭職嘅公務員之中呢，係睇到大概呢幾年呢都有大概30%到呢係年資3至10年之間呢一個年資嘅。咁因為我哋今日傾呢一個嘅對公務員嘅嘉獎啊嗰啲制度啦，咁實際上就聽到嘅印象呢，就即係好多嘅我哋嘅獎勵呢，都係俾一啲年資比較長嘅，即係長期有一個優質服務嘅一啲公務員呢，我哋會俾好多獎勵佢啦。咁當然我哋都局長頭先都有介紹嘅，有一啲都相對年資比較冇咁長嘅，都開始有一啲嘅獎勵。咁我想問下呢，其實係呢一個年資3至10年呢一段嘅年資段呢，如果辭咗職呢，確實係有啲可惜嘅，因為啱啱可能3年之後轉咗正式啦。咁如果呢段時間又辭職呢，確實有啲可惜嘅。咁我哋整體有冇啲乜嘢特別嘅措施去激勵翻呢一啲嘅年資相對又冇咁長嘅呢一啲嘅公務員，可以令到佢呢能夠繼續留喺公務員系統入邊？呢個第一個。咁第二個呢，亦都跟進頭先有議員都提到啦，我哋嘅所謂壓力熱線嗰度嚇。咁睇翻政府嘅文件或者啲資料呢，都睇得到呢。其實就即係有一啲部門呢，係尤其是嗰啲同事前線嘅同事呢，就直接接觸市民嘅嗰啲部門呢，其實佢哋係需要呢一啲嘅情緒支援啊，嗰啲咁嘅服務嘅係比較多嘅啊。譬如話康文署啊、食環署啊呢啲直接對市民嘅。咁我想問下即係對於呢啲長期喺個榜首即係位置嘅一啲部門呢，我哋公務員事務局即係除咗我哋整體嘅一啲幫佢哋舒壓、幫佢哋疏導啊呢一啲嘅安排之外呢，有冇特別要求呢一啲長期居榜首嗰啲部門呢，需唔需要有一啲嘅特別嘅措施去即係做好我哋佢前線員工嘅一啲情緒嘅管理啊，或者一啲嘅協助呢？兩個問題，多謝局長。係，多謝主席。首先呢，3至10年年資嘅公務員，其實呢就正我剛才講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呢一個呢，我哋嗱以往呢年資短嘅同事都可以獲獎嘅，不過佢只係會獲得嗰個獎狀啦，同埋一個獎章啦，咁咧就冇呢個旅行獎嘅，要年資20年以上先有嘅。咁我哋喺2024年都優化咗，我哋拎走咗呢一個年資嘅規定。只要佢係獲得呢個獎狀，而佢以前冇攞過任何旅行獎嘅話呢，佢都係全套嘅，即係呢個獎係有3個部分嘅，佢全套都可以攞到嘅。咁我哋都睇到呢，就真係喺2024咧、2025年都有一個增加嘅，年資少過20年嘅公務員獲得呢個獎。咁我哋睇翻嗰啲個案本身呢，亦都其實係真係好出色嘅同事嚟嘅，亦都好值得獎勵。咁我哋都希望呢一個都係一個信號啦。正如我喺開場發言講，我哋鼓勵啲年資淺嘅同事同年資深嘅同事一樣，都係去努力咁去做好自己份工作，去作出一個貢獻。第二咧，亦都鼓勵部門咧多啲提名呢一啲咧年資淺但係非常之出色嘅同事咧嚟獲獎，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咧，剛才上一條問題啦，黃議員提到有一啲即係特區政府嘅頒發一啲勳章咁等等呢一啲獎狀，其實當然一啲大啲嘅勳章勳銜咧，紫荊星章啊等等嗰啲咧，就會都需要一定嘅服務年期嘅，亦都長時間嘅出色嘅表現嘅。但係一啲譬如過往都有咧，因為個別事件個表現真係非常出色，或者個別事件都作咗好大嘅貢獻嘅同事咧，都可以獲得行政長官嘅獎狀嘅。喺呢一個勳銜裏邊，譬如喺疫情嘅時候啦，好多喺疫情裏邊咧有特別貢獻嘅成員咧，都會獲得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嘉許一啲年資比較淺嘅同事，但係佢喺一啲特別事件上面有好出色嘅貢獻嘅一個方法。咁另外咧，有好多部門咧，其實內部都有佢哋自己嘅獎勵計劃嘅。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嘉許一啲年資比較淺嘅同事嘅。咁至於第二點咧，就係啲
同事佢哋係一啲真係工作壓力或者係即係嗰個壓力指數比較高嘅一啲部門工作嘅同事啦，會唔會我哋都除咗我哋自己有提供個壓力熱線之外咧，我哋都要求個部門咧係有一啲情緒舒緩啊等等嘅呢一啲服務又好，或者係一啲培訓又好，俾同事嗱。其實咧，正如我剛才講啦，另外有11個政府部門咧，佢哋都係有提供佢哋自己部門嘅一啲咁樣嘅壓力嘅熱線啊，一啲輔導嘅服務啊，咁俾同事嘅，俾佢哋部門嘅同事嘅。咁呢啲裏邊咧，絕大部分咧都係一啲同市民接觸得好密切嘅部門嚟嘅。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咧，就其實我哋俾公務員嘅醫療牙科福利裏面咧，都有臨床心理學家嘅一個服務嘅。咁所以公務員如果係需要呢個服務咧，亦都可以喺衛生署嗰度尋求呢個服務啦。第三咧就係其實除咗我哋嗰條熱線，我哋係揾一個 NGO 揾一個非政府機構同我哋服務之外咧，我哋自己公務員事務局咧，我哋都會咧係不時咧舉辦一啲工作坊啦，一啲研討會啦，咁係就住一啲對公務員嚟講比較即係常見嘅一啲問題，去喺一啲即係處理佢工作上嘅問題去做呢啲嘅。譬如喺前2年咧，我哋因應住當時有傾到喺工作上受到一啲不禮貌嘅對待，或者甚至一啲具侮辱成分嘅對待，同時可以點樣處理咧？咁都因應呢啲有做一啲工作坊同埋一啲研討會嘅。咁呢啲都係我哋係特別係為呢啲部門嘅唔係淨係為呢，即係唔係淨係呢啲部門嘅同事可以嚟。不過通常呢啲部門嘅同事咧就個需要比較大，咁我哋都有做呢啲功夫嘅。